好来看这个台中成东中医，伫中药粉内底违法讲掺烟弹甲自杀，害46个食中药咧调理身体患者烟中毒，其中30个受害者集体向成东中医要求赔偿12亿7千多万。代志经过1年咯，有袂少人还阁咧做解毒的疗程。这个刑事甲民事一审的判决嘛也未出来，但是有一个女患者张小姐也未等到判决甲赔偿，已经伫这个月初2过身了。这嘛是成东中医事件第一个死亡的患者。烟中毒的患者张小姐在生时伫武陵农场日月潭等等的所在留下珍贵的相片。去年伊因为灵癌食成东中医的中药调养身体，无偌久出现烟中毒的状况，身体愈来愈歹。伫这个月2号过身，翁婿和2个囡仔拢真伤心。腹水，2只脚也水肿。他跟他的先生说，他想回家了。我们心里都非常的不舍。当时，张小姐做伙解毒的朋友何小姐讲到2个人互相扶持的过程，目屎甘目甜。张小姐是成东中医爆出烟中毒事件了后第一个过身的个案，对其他的朋友是真大打击。家属批评诊所的负责人姓卢的医生盗撇责任。你竟然到目前为止，你没出面表达各大的诚意。专案民事和刑事一审也未宣判，双方的赔偿金嘛超袂好势。46位受害者到当要来解毒，承受身体痛苦来讲，医药费嘛找无所在赔偿。是不是有单位可以做那个更精密的一种鉴定，来鉴定他们的身体上的目前的不适和这个要害的关联性到达哪一个程度的鉴定？因为到当依然无任何医疗机构愿意证明受害者的病痛和烟中毒有因果关系。透早7、8位受害者出面，希望会当有公正单位进行鉴定，加紧案情审理的速度，早一日行因公道。